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对拘留或虐待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负有责任的中国党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对此，中国外交部日予以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美国通过推迟、取消或不签发签证，限制中国科学家、企业家和学生，这阻碍了中美之间的社会往来，侵犯了有关中国人员的利益、合法权益和安全。中美贸易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称，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国代表团可能比预期更早离开华盛顿。据知情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早前中美之间的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未能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并没有为接需的部长级谈判奠定基础，双方在最关键的技术转让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大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艾尼在地中海结束了工作。土耳其保护地中海地下财富的承诺让一个外国公司退步。因希腊和南塞浦路斯当局的邀请，来到该地区的艾尼公司表示，除非土耳其海军离开该地区，否则不会进行钻探。南塞浦路斯政府于9月初委托意大利公司艾尼钻探天然气。美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批准有关谴责土耳其的提议案。联合国安理会因5个欧盟成员国的要求，对叙利亚东北部局势和土耳其发动的和平之权行动举行了闭门会议。一些国家提议联合声明，就和平之权行动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但美国和俄罗斯对此表示不同意。苹果公司被卷进香港示威风波，在被中国官方严厉抨击后，苹果下架了一款可以用来追踪警察动向的 APP。据媒体报道，名为 HKmap.live 的即时地图 APP 能及时显示香港警察所在的街头区域。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本周二发表文章，认为苹果公司的批准不加掩饰，要为暴徒护航，居心何在？